你有冇咁嘅感覺？你呢世人好似就係專登嚟還債俾某個人或者某一家人，咁對伴侶掏心掏肺，換嚟的係冷言冷語；對仔女傾盡所有，換嚟嘅偏偏係抵觸同埋唔理解。你每日攰到好似個陀螺咁轉，但連一個明白你委屈嘅人都揾唔到。你心入面肯定問過無數次：我上一世到底做咗咩業？呢世要食啲咁的苦？老菩薩啊，你講得啱啦！呢個世上冇無緣無故嘅相聚，所有嘅遇見都係前世結落嘅因。而你前世究竟係咩人？呢世又帶咗邊一本業力賬簿嚟還債？其實早就收埋喺你嘅出世月份入面啦。歡迎嚟到粵聽心禪，相識即是善緣。如果你都想弄懂呢背後嘅因果，解開呢個死結，請你先點個讚，喺評論區打出你出世月份，等我哋借由大眾嘅願力，幫你洗淨煩惱，開啟今日嘅覺醒之旅。我哋成日將精神內耗掛喺嘴邊，好多人總是覺得人生好攰，就好似踩落一個點都掙脫唔到嘅泥沼咁。每日一擘大眼就係柴米油鹽醬醋茶，為咗兩餐奔波勞碌，明明自己已經拼盡咗全力，卻總是覺得前路茫茫。呢種攰往往唔係因為你今日做多咗幾樣粗重功夫，而係你嘅靈魂深處孭住咗太重太重嘅過去。佛法入面有一部極其殊勝嘅經典，叫做《華嚴經》，入面有一句名言，叫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呢句話聽落可能有些小深奧，但其實講白啲就係你眼前所遭遇嘅一切順境、逆境、善緣、惡緣，全部都係你內在心念嘅顯化。西方心理學界有一位泰斗級嘅人物叫榮格，佢都講過一句異曲同工嘅說話。佢話當潛意識冇進入意識嘅時候，嗰個就係你嘅命運。佛法入面將呢個潛意識嘅最深層叫做阿賴耶識。你可以將呢個阿賴耶識想象成一個無窮大嘅雲端硬盤，或者係一本生生世世都跟住你嘅業力賬簿。佢極之精密，而且冷酷咁記錄低你過去無數個輪迴入面嘅每一個起心動念，你曾經動過嘅一絲貪念，發過嘅一場無明火，對某個人放唔低的深深執着，甚至係你布施出去嘅一粒米結落嘅一個善緣，全部都會變成一粒粒細小嘅種子，嚴絲合縫咁收埋喺呢本賬簿入面，跟住你嘅靈魂跨越生與死嘅邊界，嚟到今生今世。咁點解我哋成日話你嘅出世月份收埋咗你呢世人最大嘅命運密碼呢？因為一年有4季流轉，春夏秋冬唔同嘅氣候、節氣同磁場，啱啱好對應住你前世靈魂深處最強烈嘅嗰種執念。你喺某一個特定嘅月份呱呱墜地，絕對唔係個天罩骰仔隨機決定嘅。呢個其實就係你潛意識深處嘅某啲業力種子，遇到咗最契合嘅溫度同土壤，到咗要破土而出，要清算舊賬，要償還債務，或者係要修成福報嘅時候啦。所以啊，當生活令你覺得唞唔到氣嘅時候，唔好再總喺一個人間中喺夜深問個天，點解偏偏係我？今日等我哋一頁一頁咁揭開呢本宿世嘅賬簿，睇下你究竟帶住點樣嘅因果嚟到呢個人世間，又應該點樣化解眼前嘅重重困局。我哋先嚟講下春季出世嘅人，亦即係農曆正月、2月、3月出世嘅朋友，你哋帶嚟嘅呢本宿世賬簿叫做情債賬簿。春天萬物復甦，春風和煦，係一個充滿生機同情意嘅季節。
選擇喺春天降生嘅你，前世多半係一個極之重情重義嘅人，或者係一個曾經喺古佛青燈前修行，卻始終看唔破凡塵俗戀，放唔低紅塵牽掛嘅修行者。你的靈魂入面帶住一股溫潤嘅春風，總係想將溫暖帶俾身邊嘅所有人，但亦正正因為咁，你的靈魂上纏繞住剪唔斷、理還亂的宿世情絲。呢世人你最大嘅性格底色就係心太軟、太善良，甚至到咗失去自我底線嘅地步。喺心理學上，呢個往往被稱為討好型人格。你仔細睇下，你自己係咪總係見唔得人哋受苦？係咪習慣性咁將別人嘅情緒同人生嘅難題全部一把抓過嚟，都當成自己嘅責任？無論係伴侶嘅事業起伏、仔女嘅學業前途，甚至係隔離鄰舍或者親戚屋企嗰啲芝麻綠豆嘅小事，你都要事無巨細咁去操心。你總係覺得，只要我付出得足夠多，只要我拼命委屈自己去成全大家，呢個家就可以和和美美，大家就會記得我哋好，我就可以喺呢個家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。但係現實俾你嘅反饋又係啲乜嘢呢？往往係事與願違嘅一盆冷水，你哋掏心掏肺，久而久之俾人當成理所當然。一旦邊日你攰啦、病咗，或者事情稍微有一點做得唔好，所有嘅埋怨同指責都會好似落冰雹咁砸向你。嗰種俾至親至愛之人辜負的痛，真係啞子食黃連，有苦自己知啊！你會喺深夜入面默默流眼淚，覺得自己呢世人根本就係純粹嚟還債嘅，還唔完嘅兒女債，還唔完嘅夫妻債。其實從因果律嘅角度嚟睇，呢個就係你前世帶嚟嘅情執喺度深深咁作祟。你太渴望透過毫無保留嘅付出嚟獲得愛、認同同埋安全感啦。我自己都曾經經歷過咁樣一段苦不堪言嘅歲月，睇住身邊親近嘅人行冤枉路，我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，搏晒命想去干預，去替佢哋遮風擋雨。結果點呢？唔單止佢哋覺得我多管閒事，嫌我煩，我自己亦因為長期嘅焦慮，搞到周身病痛。直到後來，我讀明咗佛法入面嘅因果，我先至如夢初醒。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要去經歷嘅劫難，你硬係要去替別人孭，唔單止越咗界，更加係剝奪咗佢哋自己償還業力、自我成長嘅機緣。金剛經入面有一句極之通透嘅說話，叫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呢句話就係教導我哋，真正嘅慈悲同大愛係清淨嘅，係唔帶有任何執着同黏性嘅。春季出世嘅朋友，對屋企人好，嗰個係你喺度了結緊今生嘅善緣，但千萬唔好帶住強烈嘅控制欲同過度嘅期待去付出。你大包大攬晒所有嘅家務，卻剝奪咗家人承擔揸生嘅機會。你替小朋友鋪好晒一切，自以為係嘅平坦道路，卻令佢失去咗面對挫折嘅抵抗力。你呢世要修嘅最重要嘅一門功課，就係要學識分清楚咩係真正嘅慈悲，咩係自我內耗嘅擔憂。你要知道，擔憂係一種極其負面嘅磁場，係一種無形嘅詛咒。你越擔憂啲乜，就越容易吸引啲乜。佢唔單止會掏空你自己嘅精氣神，仲會令被你擔憂嘅家人感到窒息，運勢都會跟住往下滑。相反，祝福先至係正向嘅加持。學識將緊握嘅雙手放開，往後退一步，將嗰份沉重嘅小情小愛化作心底裏最真誠、最輕鬆嘅祝願。當你唔再強求任何回報，
唔再將別人嘅因果強行孭喺自己身上嘅時候，你心入面嘅春天先至會真正開出自在解脫嘅花朵。到嗰陣時，你會發現根本唔使你拼命去討好，你應得嘅尊重同福報，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咁嚟到你身邊。接着我哋再嚟睇下夏季出世嘅人，亦即係農曆4月、5月、6月出世嘅朋友，你哋帶嚟嘅賬簿個名叫做天債與名利賬簿。夏天嘅太陽係幾咁猛烈啊！烈日當空，熱情如火，充滿咗極強嘅生命張力同擴張嘅力量。喺呢個季節出世嘅你，前世多半係一位馳騁沙場、保家衛國嘅武將，或者係一個喺商海入面摸爬滾打、殺伐決斷嘅掌權者，又或者係一個為咗功名利祿爭鬥咗一世，到死骨子裏都唔肯服輸嘅人。你嘅靈魂深處深深咁刻住一股寧死不屈、必須要贏嘅強大執念，所以呢輩子你做事特別有魄力，即含利極高、雷厲風行。只要係你認準嘅事，9隻牛都拉唔返返轉頭。屋企或者公司入面有咩棘手嘅大事，難關人哋都往後退，你總係第一個挺身而出，衝喺最前面去局行。你就好似夏天正午嘅太陽，光芒四射，周圍嘅人喺走投無路嘅時候都極其依賴你、仰望你。不過呢，凡事都有兩面性，你哋脾氣亦都好似呢個夏天嘅雷陣雨咁，話嚟就嚟，猛烈到令人心驚膽跳。你成日因為身邊嘅人做事太慢，或者覺得人哋心機太深唔上道，只要有一點睇唔過眼嘅事，你心入面嗰團無名火就壓唔住，瞬間火冒三丈，說話一出晒口，就好似鋒利嘅刀仔咁，直戳人哋嘅軟肋，狠狠咁傷咗別人嘅心。但係等你道氣消咗，轉頭睇到人哋受傷嘅眼神，你自己又懊惱得要命，心入面暗暗發誓，下次絕唔會咁衝動。但真係到咗下一次，呢股火氣始終都係控制唔住咁往上竄。佛家成日話，一念邊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你呢啲唔受控制嘅火爆脾氣，其實就係前世喺無盡嘅爭鬥同廝殺中積累落嚟嘅邊恨心同好勝心。你明明係個刀子口豆腐心嘅大好人，平時出錢出力，默做咗10分嘅善事，卻偏偏因為呢一張唔受把控嘅嘴，將好唔容易積累起嚟嘅功德燒到乾乾淨淨。呢啲就叫做火燒功德林啊！夏季出世嘅朋友，你一定要靜低心嚟諗一諗，你嘅財運同事業底子其實係非常深厚嘅，因為你前世積攢咗足夠嘅行動力同願力。但點解有時你總係覺得揾錢比人哋吃力得多，或者眼睇住馬上要傾成嘅一筆大生意，就快到手嘅升職機會，突然之間就莫名其妙咁黃咗呢？就係因為你嘅脾氣太硬，戾氣太重，唔覺意中將你身邊嘅風水同磁場破壞咗，將原本要入屋嘅貴人同財神爺都硬生生咁嚇走晒。你呢世人必須要面對嘅最核心嘅修行功課，就係修忍辱。心理學上有一個好深刻嘅觀點，越係內心深處缺乏安全感，越驚局面失控嘅人，就越鍾意用強硬同憤怒嘅外表嚟武裝自己，掩飾內心嘅虛弱。試下等自己嘅心柔軟落嚟啦。老子話：柔能克剛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每當你遇到嗰啲令你心煩氣躁，恨不得馬上拍台破口大罵嘅人同事，請你喺心入面默默念上一句：呢啲都係嚟到我修煉脾氣、幫我消業障嘅菩薩。做個深深嘅呼吸，將嗰團衝到上腦門就快要炸裂嘅火氣
硬生生咁吞落肚，化解佢。忍辱絕對唔係懦弱，而係一種極高維度嘅心理防禦同智慧。當你學識咗低頭，學識咗好似水咁樣去包容嗰啲看似愚鈍或者無理取鬧嘅人，學識咗和顏悅色咁去溝通，你會驚奇咁發現，嗰啲原本你以為要死磕到底極難題，突然就迎刃而解啦。你唔需要再去同人爭到頭破血流，你留得住的和氣，最終都會變成你命中嘅財氣。福報自然會好似平緩寬闊嘅江水一樣，連綿不絕咁湧向你依家。等我哋行入秋季出世嘅朋友嘅內心世界，亦即係農曆7月、8月、9月出世嘅你。你哋隨身帶住嘅係一本惠債與我執賬簿。秋天啊，係一個草木逐漸凋零、萬物走向沉靜嘅季節，帶住一種繁華落盡之後，睇透世俗嘅清冷同消失，選擇喺秋天降生嘅你，前世好可能係喺深山老林入面獨自修行嘅隱士，或者係喺古寺廟入面伴住青燈古佛潛心研讀經藏嘅修行者，又或者係飽讀詩書卻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嘅清高文人。你前世花咗大量嘅時間同精力，修出咗好深邃嘅智慧，卻偏偏唔記得咗佛法入面最重要嘅一點，嗰就係要同紅塵裏的芸芸眾生廣結善緣。你仔細睇下，今生嘅自己係咪腦筋特別好使，直覺特別準？你睇問題總係可以透過現象直擊本質，一針見血。人哋心入面打的嗰啲細算盤，戴住嘅嗰啲假面具，你往往一眼就可以睇穿。只係好多時你覺得無謂，懶得去拆穿人哋罷了。正因為你睇得太透徹，所以你特別討厭現代社會裏面嗰啲虛偽嘅社交、推杯換盞嘅應酬。你寧願一個人留喺屋企睇書、飲茶發呆，都唔願意戴住面具去迎合別人。但係呢種刻喺骨子裏面嘅清高，成日都會令你陷入一種深深嘅無法言喻嘅孤獨感。你總係覺得喺呢個浩瀚嘅世界入面，好似冇人可以真正行入你嘅內心，冇人可以懂你嘅精神世界。哪怕係面對最親近嘅家人，有時你都會覺得認知完全唔喺一個頻道上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其實啊，呢個就係你前世長期閉門修行留落嚟嘅習氣，佛家一針見血咁稱之為我執。你太看重自我嘅清淨啦，太想保持靈魂嘅一塵不染，卻唔記得咗大乘佛法入面真正嘅修行，最終係要行出深山，走入人群嘅。維摩謁經入面有一種非常高級嘅智慧，叫做入俗修行。要喺煩惱嘅泥沼入面生出菩提嘅蓮花，一味咁去逃避世俗嘅煙火氣，覺得別人都太市儈、太愚癡，嗰啲只係小乘嘅自了漢修法。俗語話水至清則無魚，如果你嘅心好似水咁樣，太過清澈，太過容唔落沙，裏面係養唔活生命嘅，亦即係留唔住生機嘅。你呢世人成日都會遇到一啲令你覺得莫名其妙嘅小人，或者陷入一啲令你覺得心力交瘁嘅人際糾紛。你可能會覺得好煩躁，心諗我都唔惹事，只想安安靜靜過日子啦，點解麻煩仲要揾上門呢？呢個其實係法界用緊呢種看似折磨嘅方式嚟提醒你，唔好再做一個冷眼旁觀嘅過客啦。秋季出世嘅朋友，你今生破局的解藥就係大張旗鼓咁走入世間法，放低嗰份我比別人都清醒、都高雅嘅傲慢，去狠狠咁擁抱嗰啲嘈吵鬧鬧，甚至有些小俗氣嘅煙火氣。
試下去接納嗰啲睇落去有些小糊塗、目光短淺甚至貪圖小便宜嘅親人朋友。你要知道，佢哋之所以會咁，係因為佢哋受困於自己嘅無明。當你願意放低身段，將你嗰份清冷嘅智慧化作幾句極之貼地、溫暖貼心嘅話語，去寬慰別人時，當你願意熱心咁伸出手去幫人哋一把時，你心入面嗰塊孤獨咗幾百年嘅堅冰就會慢慢融化。到咗嗰陣時，你唔單止會擁有極好嘅人緣，你所期盼嘅嗰啲同頻嘅貴人，亦會喺呢個充滿人情味嘅過程入面，自然而然咁被你吸引過嚟。最後，我哋要身疼咁攬一攬冬季出世嘅人，亦即係農曆10月、11月、12月出世嘅老朋友們。你哋帶嚟嘅賬簿係最厚重、最難念嘅，叫做苦債與大怨賬簿。冬天冰天雪地，寒風刺骨，萬物潛藏喺地下，默默積蓄力量。喺呢個嚴酷季節出世嘅你，前世可能因為傲慢慳吝，或者因為無知，無意中傷害過唔少人，結落咗唔少惡緣，所以呢世你係帶住沉重嘅業力大清算任務嚟嘅。又或者你根本就唔係凡夫俗子，而係一位喺佛前發咗大願，主動要求嚟到呢個人間歷劫，替眾生受苦，嚟磨練心性的菩薩。無論係邊一種原因，呢世人你嘅人生軌跡往往比別人多出幾倍嘅波折同坎坷。你可能早年非常之唔順利，六親緣薄，父母非但幫唔上忙，你可能仲要早早就撐起成個家，全靠自己一個人喺風雨裏面打拼。你係咪總係覺得自己無論做啲咩嘢，個天都要設下重重考驗？別人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嘅嘢，你都要付出比別人多3倍嘅汗水，甩咗層皮先至勉強得到。你的身體可能由細到大都偏弱，大病冇，但小病不斷。或者你喺婚姻感情上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嘅背叛、撕裂同風雨。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你肯定偷偷抹過無數次眼淚，心入面甚至痛苦咁質問過老天爺：我呢世人老老實實，做人都冇害過人，凡事都替人哋着想，點解我條命會咁苦？點解所有嘅擔子、所有嘅厄運都要壓喺我一個人嘅肩頭上？朋友啊，抹乾眼淚啦！你要知道，佛家有一句極之慈悲嘅說話，叫做重罪輕受。你今生所受嘅每一分遺憾，流低嘅每一啲眼淚，吞落到嘅每一啖苦水，其實都唔係白受嘅。佢哋就好似刮核療毒咁，喺度幫你極其快速咁清走你累生累世積累落嚟嘅沉重舊賬本。呢個就好似一個學生喺期末考試前嘅地獄式總複習，雖然過程極之痛苦煎熬，甚至令你覺得生不如死，但只要你咬緊牙關捱過去，將所有嘅錯題都更正晒，你下一次嘅出發就會無比輕盈。冬季出世嘅你，雖然外表睇落去可能疲憊不堪，但你嘅內心深處其實有一股比邊個都強悍、打唔死嘅人性。呢股可怕嘅人性，就係你前世喺佛前苦修出嚟嘅定力。你呢世人最重要嘅功課，絕對唔係去同命運死磕抗爭，而係修出一顆如如不動嘅清淨心。唔好去怨恨嗰啲傷害過你、呃過你嘅人，甚至唔好去抱怨命運嘅殘忍同不公。因為每一次切骨嘅苦難，都係喺度幫你消緊一分業障，同時亦喺度為你下一世，甚至係晚年嘅大福報打下極其堅實嘅基礎。就似《地藏經》入面地藏王菩薩所展現嘅嗰種震懾法界嘅大願一樣，
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你依家所經歷嘅深淵，正正係你未來結出巨大碩果嘅肥沃土壤。當你能夠喺最冷最黑暗嘅寒冬入面，依然守得住心頭嗰一抹善良嘅微光，依然願意對呢個曾經深深傷害過你嘅世界報以一絲微笑，你其實就已經喺度快速圓滿飛升緊你嘅靈魂啦。當呢本賬簿被你徹底清乾淨嘅嗰一日，你會迎來人生最強勁、最不可思議嘅反彈。無論係財富嘅積累，定係內心嘅安寧，都會達到一個令所有人仰望嘅境界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一個真實嘅因果故事。就喺幾年前，我認識一個家族入面嘅兩兄弟。非常巧合嘅係，呢兩兄弟唔單止同一年出世，而且都係喺嚴寒嘅臘月入面降生。後來老父親過身，留低咗一筆巨大嘅產業，同時亦引發咗一場極為慘烈嘅利益糾紛。面對住呢筆足以令人衣食無憂、幾世人嘅家產，哥哥紅晒眼。為咗爭奪絕對嘅控制權，佢機關算盡，日夜焦慮，四圍揾律師鑽空子，甚至不惜同親細佬對簿公堂，將骨肉親情踩喺腳下。而細佬呢，一開始都非常之痛苦，每日都喺憤怒同不甘之中掙扎。但係有一日，細佬突然大病咗一場，喺病床上，佢恍然悟透咗一個道理：係我的走唔甩，唔係我的嘅爭返嚟都係個大災禍。如果呢筆錢要用親情同埋下半世嘅心安嚟換，咁呢啲錢就係帶住毒藥嘅。於是細佬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決定，佢選擇咗主動退讓，幾乎係淨身出戶，帶住老婆仔女離開咗嗰個充滿算計嘅家。因果嘅顯化有時快到令人心寒。幾年之後，哥哥雖然霸佔咗家產，但因為德不配位，加上為人刻薄寡恩，產業喺一次經濟危機入面瞬間崩盤，唔單止傾家蕩產，仲纏上咗嚴重嘅官司，落得個眾叛親離、疾病纏身嘅下場。而嗰個當年選擇放低嘅細佬呢，因為退讓，佢嘅心胸同格局徹底被打開咗。佢用僅剩嘅一點積蓄重新創業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因為佢為人厚道、做事豁達，意外結識咗幾個真正嘅介貴人，事業反而風生水起。如今唔單止財富遠超當年，而且家庭美滿，活得極之通透自在。你睇，呢個就係業力同心念嘅博弈。我曾經都經歷過一段極之黑暗嘅時光，被人深深咁誤解背叛，每日夜晚都喺度質問個天，點解偏偏係我？直到有一日，我讀到《壇經》入面嘅一句話：煩惱即菩提。我突然就好似俾人用一盆冷水由頭淋到落腳咁，瞬間驚醒晒。嗰個傷害我嘅人，其實不過係我業力賬簿上嘅催債人罷了。佢唔狠狠咁踩我呢一腳，將我踩醒。我可能一世人都喺錯誤嘅泥沼入面沾沾自喜。當我徹底停止抱怨，喺心入面默默對佢講咗一句我認賬啦的嗰一刻，我發現我身邊嘅磁場完全變晒，我嘅睡眠好咗，眉心舒展咗，條路反而越走越闊啦。所以老菩薩們，命運從來都唔係寫死嘅劇本，你哋每一次起心動念，都喺度改寫緊嗰本無形嘅業力賬簿。既然我哋知道咗出世嘅月份同前世嘅因果，咁當下我哋到底應該點做，先至可以實現一念轉彎，等福報同財運自然揾上門呢？第一步就係認賬同臣服。無論你依家正遭遇緊點樣嘅委屈同不公，唔好再問點解係我啦。由今日開始，
學識喺心入面平靜咁講一句：我認啦。認賬唔係向惡勢力低頭，而係停止同過往嘅因果繼續糾纏。呢個係你人生止損嘅最關鍵一步。第二步就係破除業力嘅慣性。業力最怕嘅就係你唔再按套路出牌。當你遇到爛人爛事，習慣性想發火、想報復嘅時候，你喺心入面同自己笑一笑，做個深呼吸，偏偏就唔發火。當你極度缺乏安全感，習慣性想向外索取，想緊緊捉住某個人唔放嘅時候，你試下反向操作，去布施，去給予，去放手。當你打破咗原有嘅潛意識反應，你其實就喺度剪斷緊牽扯住你嘅嗰條業力繩啦。命運的齒輪往往就喺你決定唔再內耗嘅嗰一瞬間開始倒轉。老菩薩們，如果你決定由今日開始放低過去嘅爛人爛事，唔再同自己過唔去，唔再被呢股無形嘅業力拖住走，請你喺評論區留低呢8個字：時來運轉，萬事順遂，等天地見證你呢一個轉念嘅強大決心。當你發出咗呢個清淨嘅善念，你嘅福報同好運自然就會隨之而嚟。講到底，無論你係邊個月份出世，嗰本厚厚嘅業力賬簿，佢最終嘅目的從來都唔係為咗懲罰你，而係為咗喚醒你。當你睇破咗生死，睇透咗因果，學識咗用一顆慈悲、柔軟、清淨嘅心去面對呢個世間嘅一切，嗰本賬簿其實一早就變成咗一本乾乾淨淨嘅空白冊子啦。呢個世上邊有咩注定嘅苦命，只有仲未醒過嚟嘅靈魂。今日傾咗咁多，希望我嘅呢啲說話可以好似一束光咁，照入你疲憊嘅心入面，幫你解開糾纏已久嘅心結。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對你有所啟發，請一定要點個讚，將呢份善意分享俾身邊正陷入迷惘嘅親友。呢個亦都係一種極好嘅無上布施。呢度係粵聽心禪，我會一直陪住你，用佛法解開心結，陪你走向得大自在嘅人生。願你留低心中嘅期盼。我哋下期見，阿彌陀佛。